Hello，I'm Freya。我終於 ready 同大家分享1月22號去到2月2號喺大嶼山嘅法之明珠來觀中心嘅經驗啦。總之咧，1月22號嗰個你以為係 day 1咩？唔係，佢其實係 day 0。day 0係做咩嘅咧？就係俾你去 check in 啦。所以當日我係4點半就到中心，咁其實係好密嘅，係啦。因為當日如果過咗5點鐘啦，你冇去到嘅話咧，就等於你嘅位置就取消噶啦。咁而我當日就M 痛咯，咁總之就喺屋企攤頭攤到晏晝2點，咁我就後尾先出門口啦。咁就總之就俾我趕到咁。咁 day 0嘅時候咧，都係簡單聽下啲事務長嘅介紹，同埋食嘢啦，然後打1個鐘座啦，然後就瞓覺啦。咁真正嘅挑戰咧，對我嚟講係頭嗰3日，係啦，即係 day 1、day 2、day 3。點解咧？因為 day 1、day 2、day 3咧，我係好猛嘅，係啦，超猛。因為頭3日咧嘅主要嘅課程咧都係觀呼吸，咁個呼吸咧就佢一路叫你將個呼吸咧嘅注意力咧放喺個人中，呢個人中係咪人中喺呢度？係啦，佢就叫我放喺人中呢度啦。咁我頭3日最痛苦就係個 ego，即係我就會彈出嚟，就覺得黐線嘅咩？我學咗10幾年嘢，身體嘅訓練，一日10個鐘喎，一日10個鐘，你叫我將個注意力，將個呼吸嘅注意力放晒喺人中呢度，咁我開頭係好猛嘅咁樣。咁加上我同嗰個事務老師助理老師就有少少嘅言語上嘅衝突啦，因為我攞咗佢哋嗰個坐墊，就攞咗2塊就墊高咗我個人。咁墊高咗我個人之後咧，老師就覺得咁樣唔對路，咁佢就特登喺 day 2嘅時候咧，就叫咗我去 lunch time 嘅時候去見佢啦。咁就問我點解要攞2塊坐墊咁多咁。佢後尾都冇聽到我解釋啦，即係我其實係6、7年前跌親個尾龍骨，咁到而家咧打坐或者坐得耐咧，我個尾龍骨都會痛。咁佢冇理我啦，佢就係話冇啊咁樣，咁我就總之一嘢就俾人收走咗嗰個坐墊啦。咁我就後尾就淨係得到一張凳啦，一張 iPad 凳，咁啊攝咗啲坐墊上去。後尾都試咗1日啦，試咗1日又覺得都 OK，咁我就繼續啦咁。第4日去到第7日咧，其實相對係覺得好 inspire 同埋好有種好清晰自己係邊個嘅感覺嘅。因為第4日咧，佢開始叫我哋內觀身體啦，即係由頭去到面，頭頂、面、頸，成個上半身去到腳、手臂咁。總之成個身體都用呼吸啦，用注意力啦去掃描啦。係啦，咁當你一呼一吸都要放喺你身體唔同部分嘅時候咧，你整個人就特別敏感啦。咁加上嗰幾日又唔可以講嘢啦，咁你就有更加多嘅注意力放喺自己身上啦。咁我第4日、第5日咧係覺得好多過往一啲我唔記得咗嘅記憶咧，浮現嘅，係啦，有好多呢啲記憶浮現嘅，浮到個人都有少少 overwhelm，所以我其實第4日開始已經狂喊噶啦。咁其實就由第4日喊到第10日咁樣，喊到咧到我走嘅時候，
嗰個亦都會有啲同學專登嚟捉住我隻手，就同我講話be happy 咁樣。be happy 其實係呢一個發知明珠嘅老師嗰個Goenka 老師，佢會經常講嘅一句口頭禪嚟嘅。佢就話眾生皆苦，所以我哋要 be happy 咁樣。咁仲有咩咧？就係所以係咯，其實4至7呢3日我都收到好多過往嘅記憶啦。咁其實去到8、9、10，我已經開始越嚟越慣咗自己喊啦，慣咗自己睇到以前嘅嘢，亦都睇到未來嘅嘢啦。咁 that's why 我就今年2025要做嘅事情咧，其實我都多靈感，係收到好多靈感，關於2025要做嘅事情，好對自己好重要嘅事情。咁我覺得咧，內觀呢10日咧，俾咗一個契機，俾咗一個機會我去認識自己係邊一個。真嘅，即係當然你做好多事情都可以認識到自己係邊個，但係當你10日唔講嘢啦，10日一個人喺一個荒山野嶺嘅地方，唔用得電話，亦都唔可以同人講嘢。連眼神接觸都唔可以，亦都唔可以寫嘢啦，唔可以影相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機會俾我了解到原來自己係一個乜嘢性格嘅人啦。譬如係舉個例，for我嘅話就係一個，即係我冇諗到10幾年前一啲我以為自己唔記得嘅記憶，跟住佢都浮現咗。咁我諗經過呢10日之後，我都冇得再唔承認我就係一個好重感情嘅人咯，係啦。咁 at the same time，關於今年嘅計劃，嗰10日都俾咗好多靈感我嘅。咁所以我會幾推薦俾一啲朋友，就係如果你喺呢一刻覺得好迷失啊，即係好想搵一個地方靜下，我覺得內觀中心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係啦，因為喺嗰度你唔再需要去照顧其他人啦，你嘅角色就淨係一個學習內觀嘅學生，咁你可以將你嘅時間啦、你嘅精力啦，全部就放晒喺你一個人嘅身上，就唔需要再去飾演其他角色咁樣樣咯。係啊，咁就多謝你等咗咁耐，都仲有睇我呢條片啦。係大家都 be happy，眾生皆苦，我哋都喺唔同嘅途徑去學習照顧自己嘅身體同心情同埋情緒。祝福大家 be happy，拜拜。